因为新冠肺炎防疫需求，嘛刺激复兴高中这群学生，希望唔免性命坐这么麻烦，结合人工智慧，开发出会当主动侦测环境系统，也是进入校园进前，一定要完成喷酒精、量体温、路卡以及挂喙暗这4项，也无也计发出无完成的警示。这款发明伫参与教育部科技教育创意实作比赛，摕下全国金牌。我们这套系统其实就是一个门禁系统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进行喷酒精，喷完酒精以后，我们利用额头靠近我们的体温感测器去测量你的体温，然后你的体温必须在适当范围内，它才能让你的第一关通过。而我们的第二关则是你的酒精感测，也就是说，它会测量你手上是否有喷酒精。如果你没有喷的话，它仍然不会让你进行通过。第三关就是借由我们的镜头去做到口罩的辨识，所以说在室内一定要戴口罩，它才会让你通过。第四就是我们用刷卡登录达成我们实名制的作用。新冠肺炎的爆发，然后与老师讨论以后，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网页，可以有效的管理防疫。因为我们家系统成本低廉，然后呢，而且很方便，然后又可以侦测你的体温、酒精，还有你的口罩，就是很适合运用在未来，如果新冠肺炎再次爆发的时候，去进行实名登录。这次能够获奖，其实首先当然要感谢学校的支持，特别是校长哈。他现在校长至少很早以前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，都给我们很充分的支持。第二个就是学生们他们其实各位看到他们现在可以侃侃而谈，他们练习时间已经超过50个小时一次，50个小时以上。第三个我要感谢我的 partner 周建良老师，因为有时候做一件事情，一个人会有盲点。透过彼此的讨论，有时候会激发更多的火花出来。根据了解，2位主任课老师嘛登记到立执行科技教育，去年的记得学生以紧急得胜系统摕下金牌，今年以校园防疫管制佮摕全国金牌，相当无简单。去年是以防灾教育逃生的系统得到资讯科技组的金牌，今年特别要用防疫的一个议题。得到我们这个金牌，那是我们台南市应该是有史以来，其他县市也一样，能够蝉联这个作品金牌的一个队伍。那也感谢我们的校长、我们的老师跟我们同学有这样子巧思。那未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学以致用，能够充分的应用在我们的防灾跟防疫的教育里面。校方表示，这项校园防疫管制系统目前正伫各班级全面进行实际测试，当然量产也需要严格验证。重点就希望透过实作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。台新闻军及何强邦采访报道。